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3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今日增加55例新冠病例，本土有17例，桃园占6例，不过拢是隔离中较近，对社区的威胁较小。因为疫情，基顶过年时游客减一半，为着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过年期间基顶的台检站无休困。食酒赛车的新处罚条例将开始正式实施，新法的头一天，全台湾就抓到88件，有52件去互上班。今日是29暝，有袂少民众赶紧返去要厝过年。根据高速公路局目前的路况，大部分的路段还阁真好走。所以来看过年期间的天气。今日的冷气团是长咧强，透早苗栗公馆上寒，敢若7度9，不过是无啥会落雨。不过对初1到初4水气就会较高。新正连假的第3天，也就是围炉暝，为早起10点开始，各道就小连续出现过年回乡的车阵。为高公局即时路况的图，会当看到目前车还算好走，时速会当维持伫80公里以上。不过要是有较少的路段，要注意可能会有车较侪情形。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波南向的车潮出现，主要在国五的部分，国五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土城路段会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1南向的杨梅到新竹，国3的土城到关西，大概在早上、中午以前，也是会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根据高公局的预估，围炉即天的交通量是98万车公里，民众会当尽量利用替代道路，下晡出门较袂塞车。因若围炉这一天，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介强的时阵，上低温伫咧苗栗公馆，敢若有7.9度，高雄差不多敢若11度左右。全台湾是较大冷的天气。不过，为初1开始，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水汽比较较高。初2大陆冷气团会小可减弱。明天清晨的话，基本上气温是会稍微回升，不过呢，感受上面还是会比较凉冷一些。整个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还是有14、15度左右。初1、初2，我们就是受到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整体上呢，在我们的北台湾、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时间会增多，那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会提高。气象局嘛提醒，到新正初3，方面会通过台湾，各地要是有可能会落雨。为初4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温度会降低。因若初5至初6，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会到位。中北部甲东北部低温有机会降到10度至12度，天气变化真大，民众都要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这回来关心疫情上新的消息，指挥中心在下晡2点公布上新的病例，今日是加强增加55例，本土占17例。这寡本土病例当中，桃园有占6例，不过拢是伫咧隔离当中所验出来，所以对咱的社区威胁较小。另外，伫咧桃园的整家店君子安尼较真正捌去过台北车头，而且迄个时阵拄好是注射站服务的时间，人当济，所以台北市政府即马赶紧发3000条的底信，提醒民众若是有收到，就爱赶紧去采检。31围炉即天的透早，返乡的民众大包小包，台北车站内要准备洗车的人袂少。因为桃园的美甲君子案疫情拖烧到台北，有3名确诊者捌伫台北车站停留5点钟，车站大厅也一直摒扫消毒，保持清洁。戴了2个，然后戴一个比较防护力比较强的口罩。上下车就是消毒，要尽量不要碰到公众的东西。每2天就会有一次全面性的消毒。那包含旅客常接触的部分，我们都尽量以半个小时一次的消毒频率来进行。台北车站强调，防疫工作无凊彩，请民众放心。也不过因为三人停留的时间，甲随到随住的注射站的服务时间相差，因为人数多，引起到底敢要发送偌济细胞感染的讨论。跟这个毒激发的那个警讯的的数字啊，我们目前卫生局目前数字还在统计更新中。我们的数字还在计算中。当疫情继续拖烧，31增加6例确诊个案，其中阿hiệu电脑案甲物流公司案各增加1人，农家乐小吃店案增加2名人客确诊。另外，加贝尔幼稚园案增加确诊幼童的年母甲年尾后生拢做2个人着病。我们希望确保社区防线的安全。虽然目前还没有到结束的阶段。但是今天新增的6个个案都是在匡列裁剪的范围内，
并没有其他不明原因的社区的个案。北市卫生局紧急发出2885条细胞简讯，提醒接到简讯的民众赶紧前往7间病院采检。汤园市府强调，增加的6人拢伫原本的酷热范围中，对社区威胁的风险较细，也会继续追踪美甲群组顶案的相关卡者。另外，初一、初二，汤园市也会保留一个采检站，民众有疑虑拢会当前往采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受到疫情的影响，基顶的人丁甲英国比起来是天差地。大头家是真无奈，讲生理减一半以上。在地人就希望大家莫甲基顶看作恐怖的所在，希望疫情赶紧过，会当恢复正常生活。红山的肉豆干市场一透早拢是采购的人，要赶伫市场休困进前，要好暗时围炉甲过年这几天的菜。但受到高雄这阵疫情的影响，不管是入口的实联制，也是摊商民众敢有挂喙罨，市场管理人员唔敢大意，随时派人来巡。因为大家都会怕出外很麻烦，所以很多人都要买一些东西囤粮。平常每年都会来啦，只是说今年因为可能疫情这样子，可能就尽量在家里开火这样。市区的菜市啊真闹热，但过一个海基顶刷冷冷清清。虽然市长单期卖挂保证，基顶社区风险真低，而且多数民众拢完成体检，但受到进前单独加强防疫的影响，明明是放假第3天，一透早无闲准备排单的摊商表示，这几天摊商比游客更较济，生意至少落一半。一半以上吧，一天要卖个1000块就很困难了。现在那个又爆这样子，人家都不敢来了。居民全部都要下去做 PCR 筛检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地人会比较安心一点，但是游客可能还是不敢来。为着确保高雄港群组有封条的，市府过年期间继续伫小港基顶等所在设体检站，但因为大部分民众伫前几摆已经完成体检，31号透早体检站已经无搁排队，民众就希望疫情赶紧过去，互因会使正常生活。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台中曾发生一场爬山吊伤意外，有一位民众和伊的朋友去爬台中高关的东茂山的时阵，花顶煞触到着伤。因为山区的路真歹行，消防局对下晡4点外到半暝要挖12点，拍拼7点钟才甲受伤的民众送去登山口送病院。搜救人员赶到东茂山登山步道，发现受伤的39岁红姓民众倒伫咧边坡，因为脚受伤无法度行动。这时阵天也是光的，不过因为山区无容易搬运伤者，搜救人员真细腻，甲伤者搬运到登山口的时阵，已经是深夜。停得住吗？于东茂山5.1接近处有1名女性登山客摔落，那本局立即派遣消防队8名，溧阳工作站2名，以及民间救援队前往处理。台中市消防局表示，30号下晡将近2点接到民众报案，红氏民众甲朋友2个人做伙爬东茂山，但是回程的时阵2个人分开。后来红氏民众找无路，无说离厝倒，跋落5公尺的边坡，打电话向朋友求援。搜救人员伫咧下晡4点45分接触伤者，发现伊的面、腰也有骹部拢有伤势，不过无生命的危险。那患者明显有脸部擦挫伤。熊猫眼，大腿有擦挫伤，腰部疼痛，四肢无力。本局立于给包扎固定，SKD 固定后，他以徒手搬运方式，并利用轻型男士担架人员进行搬运动作。台中市消防局、甲林务局也有民间的搜救团体，总共11名的搜救人员。用绳啊拖救，也个用手来搬运，因为山区道路坎坷湿淡，真歹行。暗时7点才甲伤者搬运至步道，深夜将近12点才顺利到登山口，由救护车送去救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年年假有9日，真好安排旅游，不过嘛是防疫的大考验。亲像东海岸有的风景区是挖进原住民的部落，有袂少游客就入去内底踅踅咧。即阵有袂少部落拢打广告，提醒民众若是要入去，就要挂好喙罨。顶礼拜台东地区小连续落几啊天的雨，31围路即天总算是出日啦。伫咧东海岸嘉罗兰休闲区，有一摆袂少游客出来遮行踏看风景。
因为本土疫情的危机还未解除，互台东的民众是真烦恼。游客若为北部甲南部来甲台东佚佗，虽然是伫咧户外看风景，毋过东海岸的景点有诶离部落是足近的。目前已经有部落伫咧出入口的所在，踏入去部落都要甲喙暗挂好的标语，都惊外地来游客带来疫情。要进来，总是会来看一看啊，玩啊，看这个村庄是怎么样的啊，这样啊。这个疫情还是很严重啦，还是需要注意啦。这波本土疫情，台东县目前也是连较近的地区，而且比较较空旷，较会省外地游客来遮度假。台东县政府提醒游客甲居民，喙暗都要挂好好，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甲防疫做好好。记者综合报道。食酒赛车处罚的条例修法顶一日已经通过，罚金上重会罚到300万，酒驾累犯上重会关10档，这特公车的民众罚金嘛有关。这阵新法章已经开始实施啊，不过实施的头一天，全台湾就抓着88件食酒赛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就强调讲，会加强酒测，唔通抓准讲过年时啊就当放零。警察伫咧各大路口实施酒测的临检，因为真接传出食酒赛车的案件，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加重啉酒赛车的罚则相关的条文。新的法伫咧1月30日施行，全台湾就处理88件以上52件。我们是在中正北路有查获到一位酒醉入岛，被我们警方所查获，他的酒测值达0.79，以公共危险罪移送。这个修法，啉酒赛车出代志，除了原本的刑度以外，罚金上重会罚到300万。酒驾累犯的年限嘛为5年延长到10年。10年内2届食酒赛车，就会公布名声，还有相片等等的资讯。也若坐共驾车的乘客罚金嘛有加重。我们新法一上任的第一天的执行酒驾勤务是取缔的事件，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因为酒驾零容忍。尤其在春节这段时间，我还是会要求警察的同仁们，在勤务上要排上酒驾的勤务。所以春假这几天，大家不要以为大家都休息了，不会抓酒驾。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围路这一天去3重警分局来视察，感谢警察伫咧新政的期间持续强化防疫甲治安维护等等的工作，嘛提醒民众，就算伫咧新政的期间，要是会安排处理食酒赛车，请民众都要遵守，啉酒就唔通赛车。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应该真侪观众朋友当咧准备要围路啊，不过若是本身有食药的乡亲，食物件都要特别注意。亲像是当年菜这款维生素 K 较侪菜，若是食伤侪，就会降低防止脱血路药的效果。也有一寡补汤的中药材，嘛含一寡西药的效果相当。提醒大家，年菜虽然好食，不过量嘛是要小夸张的。一路一路好食料理，芳上岛。过了新年，甲家庭围炉食围炉饭是重要风俗之一。桌顶除了也有鸡尾鱼，代表年年有春，也会有一路以挂菜为主的长年菜，代表长寿。也毋过爱说哩，因为挂菜、青菜花、汤匙菜、芥菜啊、白莲啊等青绿色的菜色内底有丰富的维他命 K， 若是食侪恐惊会抵消抗凝血剂效果，地数药效降低。那维他命 K 呢，其实是帮助凝血的一种维生素，那很有可能就会去抵消掉你的抗凝血剂的功能。除了大鱼大肉甲菜色类，未少民众也会伫桌顶煮一鼎烧烫烫的药膳火锅，只是中药材内底会当活血补血当归，若是甲抗凝血剂华法林同齐食，可能会加强药效抗凝血作用，致使出血风险增加。若是淡爽入菜控了后，佫会甲真侪急性心血管达到脑中风，也是抗心脏支架等患者。定使用的抗凝血剂阿司匹林同齐食，可能会增加异常出血风险。华法林或者是阿司匹林，那本身就会已经有这个增加出血的风险了哈。那在同时搭配了中药的这个丹参跟当归的话，可能就容易会有加深出血的这个机会。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一些例如说淤青增加的风险，或者是在刷牙的时候，这个牙龈有没有容易流血的问题。另外，有咧食降血压药品的民众，也爱特别注意饭后食水果，因为像头毛豆、鸡卵果、草莓、金蕉等含有高钾类，恐会造成血钾堆积，所以引起高血钾症状。高血钾症，整个手脚会麻痹，嘴唇会麻痹，会心悸，
甚至严重一点会死亡。药师公会专业会表示，虽然这个好食年菜可能甲药物产生交互作用，所影响药效，也毋过民众也免完全拢毋食，只要保持分量适当，维持稳定的饮食习惯，也是会当食得健康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女子骹球昨暗伫咧亚洲杯八强赛对战菲律宾，毋过真可惜，上尾 PK 输去，无法度直接步上世界杯。接落来，咱就要和越南、有泰国争取最后一个入世界杯的机会。这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下胜利的，只是因为怎么讲，我们打得太急了，然后很多颗没有把握，这样。就是我觉得这场结束就结束了，就是不要再在意太多，下一场我们再全力以赴拿下胜利。伫这场比赛当中，伫正规赛和延长赛，咱拢和菲律宾平手。不过伫咧上杯 PK 时阵，前3点咱虽然拢赢，不过第5点煞输去，最后是以3-4输给菲律宾。接落来，咱就要和越南、有泰国比赛，第1名的队伍就会当摕到拍世界杯资格。来认捌一项传统的工艺，糖炒纸这款工艺品，上请也时阵卖外销去美国。虽然是纯天然的，不过制作的工程是真高工，渐渐取代其他原料。新竹县五峰乡的花园村，过去是糖炒产业的中心。为着保存这块文化，花园国小设计相关的课程，咱做伙来看。我们这是要里面的心。但丁生阿婆当这扑落来，这丛生甲真亲像木瓜的食物，都是糖炒。糖炒脆心是早期做纸的天然材料，也毋过想要提伊的脆心，都要先练好通脱的本领。我们要把它通出来，必须找跟它同样大的竹子，一边先通，然后换另外一边。提出脆心了后，拍打切过，刷落来都是真功夫咯。好，我即马先画刀。潦草师傅举潦草刀，5载平均时内一张一张糖炒纸，就安尼顺势出来，会当做成各种手工艺品。战争时期甚至外销到美国，也毋过伫塑胶产品出现了后，了是了工的糖炒产品渐渐互取代。早期有大量在制作，甚至外销这方面，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在接触，可以说已经没有它的一个商业价值在了。新竹五峰乡花园村早期也是糖炒产业重点之一。为了保存糖炒文化，花园村为2014年开始复育糖炒，为经济救灾甲后续应用，希望将糖炒文化传承落去。既然我们花园村是通草的故乡，曾经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那我就把它再恢复原来那种样貌。花园国小也将糖炒日志校定课程，除了互小朋友认识食材，佮将糖炒脆心运用伫美乐课，透过劳作来熟悉糖炒，减少塑胶本素的产生，佮较互糖炒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学台语长时行，除了有学校的母语课程，即摆也有一个网络的平台，除了有台语的基础教学、音乐、天文等等的知识，嘛拢会当用台语来学。互大家会当用上轻松甲趣味的方式来学台语。伊的声母是拖，来帮我念一个拖，拖哇拖。用电脑伫线顶学台语的社母，捌主持台语新闻节目的张伟民，即马成立线顶台语学习平台，民众免受时间甲地点的限制，拢通学台语。张伟民讲，来平台学习台语的人，毋来台湾的母语家庭，阁有济无共的需求。亲像有一个学生囡仔是来自这个爱丁堡的语言学的博士，伊咧为着要精进，可能嘛是有一寡这个研究上的这个需求，所以咧伊的台语甲汉字拢写了袂歹。亲像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咱讲吼真优秀的这个人才过去甲英国，伊为着要互伊的6岁甲4岁这个囡仔学台语咧，伊吼透过这个线顶的课程啦吼，亲像我甲伊教 Pokemon 啦，伫遮吼甲伊用开讲的这个方式。除了一般的台语汉字教学，平台嘛邀请各种专业的老师做阵参与，教各种台语用法。咱会当用台语来教天文，来教地理。咱嘛有朱子红医师会当用这个医学台语的这个方式来教台语。另外，咱嘛会当用台语来教音乐哦。
学者表示，透过这种方法，会使互台语加入生活，符合台语正常化的潮流。大家想到台语，就敢若想着讲台语课，就是学台语讲话。但是其实台语唔是外国话，伊是咱遮的语言。台语一定爱有行出语言教学，用台语去做各种的代志，去做研究，去谈论各种的主题。柯惠如讲，毋望台语线顶教学平台继续发展，除了基础的教学，嘛会使发展出通译、文学等等各款面向的课，就亲像各款外国语言共款，毋望台语多元发展。记者郭不君、林永凯台北报道。关心国际消息，巴西圣保罗州连续落几日天的大雨，当地做大水个水崩山，上无已经有19个人死亡。这原本是车路，即嘛袂输是规片乌共款。路面的货车是因角强要无快。巴西圣保罗州最近落超磅的大水雨，毋但做大水，佫引发水崩山，地书至少有19个人不幸死亡。官方表示，差不多有500户的民众撤离去避难。Eu vim ver aqui a atual situação e os efeitos da intensidade das chuvas e, infelizmente, também dos desabamentos, das vítimas, inclusive fatais, aqui nesta região. E temos um balanço triste até o presente momento. 圣保罗州政府表示，境内至少有11个城市做大水发生水崩山、有树啊倒去等等的灾害。车路等等的公共设施是损断了真严重。各地小连续传出有民众因为水崩山人泉流去，或者是去互大水淹去不幸来死亡的消息，其中也包括4个囡仔。州长多雷阿大直升机视察灾区，伊讲已经授权拨1500万的雷亚尔，差不多代表7700多万的紧急援助款予受灾害的城市。 Infelizmente, sim. Mas essa chuva está desde ontem, né? Então, chegou a alagar aquelas partes do rio, mas aqui nem tanto. Mas agora, hoje mais cedo, agora em diante, já estava até mais cheio. Agora que está começando a dar uma diminuída. 巴西东南部从今年初以来，已经落超磅的大水雨几啊届啊。这个月初，米纳斯吉拉斯州嘛因为做大水，就走19条人命。这个大水雨按算会持续落到2月初1。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西非的国家塞内加尔为了对抗气候的变迁，伫咧天气较大的一寡所在，种一年一年无共作物的圆形花园，毋乃当对抗暖化，嘛会当成做食食的来源。其实这拢是非洲的绿色长城计划其中一部分，咱做回来了解。 冰土种树栽伫科华地区起圆形花圃，是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对抗气候暖化的上新措施。 Donc ici vous avez les plantes médicinales sur le premier plan. Les 3 plants là sont dédiés aux légumes, une variété de légumes, les papayes, les limons, les citronniers et les citruses, les anacardiers, les natifs, les fertilitaires et au fond le baobab et les caïcédras qui sont plus grands. 起圆形花圃目的是咧学自然生态体系，互无共事物互相消化成长。过去几个月，塞内加尔沙漠地区已经起数十个圆形花圃，毋但对绿化帮助，也佫能增加当地居民的粮食来源，改善生活，佫减缓人口外移。 danno lebbole puyɗo woni remde ndi rewde ndiyam ne yahani ma hala jaaha duuɓi temedere hay goto anda to gonɗa mi sikku remde duuɓi ɗiɗi keeɓa mbatta hebde ko ñamɗa aɗa yiye yumma aɗa yiye bamma 事实上，塞内加尔的圆形花圃是非洲绿色长城计划一部分，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改善土壤退化。 非洲人民2007年发起这项计划，打算为西部塞内加尔往东延伸到吉布地，跨过11国，种81000公里的树林，同时佫创造1000万的绿色就业机会。虽然真有理想，也毋过计划启动10多年才达成试拍。若讲要伫关定2039年达成恢复1亿公顷退化土地目标，爱投入430亿美金的资金才有可能。公司新闻齐冠用编译。 下半部的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16度到21度，南部地区18度到23度。 东部地区15度到21度，外岛地区13度到18度，
谢你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